佢啊要睇實阿韋拿。沙治奧拉莫斯暫時西班牙最有威脅嘅兩個攻勢，佢都有份參與，引致到力。又係單對單打韋拿對住沙治奧拉莫斯，希丁加頭就整翻轉頭，沙維頭嗰後邊有鬼第一射，但係俾咧沙比亞朗素呢個波咧就俾得益冇俾到，沙比亞朗素咧就俾人咧間粗啊撞跌，呢邊廂咧就勁投訴啊，法斯基斯話好俾咯，好俾咯喎，黃牌，冇錯啦。咁啊，西班牙嗰邊咧想要咧就係要求正位俾個紅色嘅佢啊。Peter 好早階段咧都叫做未夠半個鐘頭，一隊荷蘭嘅防守中場都有黃牌在身啊！冇錯啦。哇！呢啲係咪叫做穿心水就得啦？呢個角度睇原來咁得人驚啊！哎呀！哇！直頭當佢嘅心口係點心紙一樣咧，成個印揼落去啊！特點啊！喂，和仔，若然真係俾個紅牌都得喎，呢個動作。其實係可以㗎，即係始終你隻腳大到咁高咧，有睇呢個動作係又係蓄意想踩落去㗎。只不過即係可能球證就覺得即係決賽周即係第一次見你第一次犯規嚟講咧，可能都會俾少少面咯。係。但係即係我諗再發展落嚟咧，佢哋荷蘭兩個防守中場咧，我相信會好危險啊，因為兩個都攞咗黃牌。而家喺嗰個防守方面，我相信佢對自己嗰個判斷可能會有少少影響。係啊，你話如果咁早階段一歲中堅攞黃牌就係紅色危險警報，但係而家都黃色危險警報㗎啦。守中場啊，頭先嗰個真係籃球就拆你好威，呢個拆你個